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57188例本土病例，有8例死亡。指挥中心开放民众当对国外买快台汽车，上济买100支。气象局将对台中以南的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高雄发布大水雨特报。早起台南、高雄部分地区嘛拢淹水了。美国海军第7舰队将派出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5届经过台湾海峡。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57188例本土病例，28例境外病例，有8例死亡。对明仔开始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还有自主防疫这3类的人，若讲快筛阳性，就认定是确诊咯。另外，即马嘛开放民众对国外买快筛汽车，一人限制买1届，上济买100支。咱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是57188，境外移入的是28人哈，死亡的个案有8名，那中症的增加60名，那重症就增加了10个哈。明天开始就是我在3天居家隔离哈，或者4天自主防疫，或者是7天居家检疫的期间，使用家用抗原快筛试剂进行快筛，结果如果是阳性。好，那也可以透过远距视讯诊疗，医师协助评估确认快筛阳性。双方如果对这个有共识的话，那就会用健保卡上传阳性结果，自动通报，或者至法传系统通报后，系统会自动研判为确诊。那针对个人自用新冠病毒检验试剂的一个弹性措施，每个人限一次的申请。总量不超过100剂，那时间就是到今年的6月30日为止，所以不需要到食药署这边来专案申请等核准，可以直接由海关放行通关，不可以贩售。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要求农委会将对北农还有全国果菜批发市场的防疫来做专案报告，传出讲北农有人摕假的快筛阴性证明出入。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表示讲，防查到相当会撤销执照哦。疾管署嘛建议讲，快筛证明会当写名甲日期来做证明。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要求要快筛阴性才会当入场，不过则传出有人摕别人的阴性证明来使用。农委会讲也是查到相当会当停止交易、撤销执照。我们是可以请北农其实做所谓的抽检的方式。那如果承销人被抓到的话，那最严重，他是除了停止交易，还可以撤销承销人的执照。疾管署认为，今麦北农确诊的状况看起来是无恶化，不过建议会当伫快筛面顶写名，个日期来看卖是不是真的。就是说，一般而言，我们要去遏止这个有可能会假造的部分。比如说，他是在家里做的话，那可以每天就是他做了之后，在他的快筛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跟日期，然后照个相来做来做验证啦。那看是翁总经理，你们现在北农有没有这样子做？跟委员报告那个是另外一关，因为我们场域蛮大，所以你们目前没有这样子做，是不是？我想要了解的是，翁总他会不会按照我们疾管署的建议嘛？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可以来考虑，而且不止北农，其他全国的各市场也可以考虑来适用。农产公司甲农委会一度回应表示，在北农的范围真大，不过伫社医方的坚持之下，最后是同意依照疾管署的建议来执行。记者张志勇、陈信良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早起伫面册表示讲，伊的快筛是阳性，所以先取消所有的行程，开始居家隔离，嘛去验 PCR。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因为带做伙亲人快筛阳性，嘛开始居家隔离哦。也毋过部长目前的快筛是阴性的。上午400，下午400。7拜日，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才去目沙视察防疫金门镇的试营运。21早起伫人面册公开讲，伊快筛验出阳性。伊讲做防疫工课2年多，总算真正要甲即个病毒共存啊！伊形容伊家己是去拄撞到即个已经听到真久的敌人。做落来7天，虽然是去互隔离，毋过每一天要是会线顶开会，每一天的暗时甲区级关怀中心的检讨汇报，嘛持续举行。黄副市长在今天晨会的时间主动通报市长说，他因为喉咙有点痒痒的，所以去做了快筛，那么结果是阳性的。市长在晨会结束之后也随即做了快筛，结果是阴性。
市长跟副市长现在原则上会议都是以视讯的方式来进行，有见面的时间也都是全程佩戴口罩，而且保持社交距离。台北市府表示，市长关门地目前快筛是阴性，嘛正常咧办公。另外，交通部长王国材11早起因为带做伙的亲人快筛验出阳性，当伫等 PCR 的结果，为即时开始做居家隔离。交通部表示，王国材目前快筛是阴性，原本11要去新竹交通委员会考察的行程已经取消，13拜5甲台铁工会协商嘛可能会延期。本土疫情即马愈来愈接近高峰，台大公卫学院分析，台湾的病例数加悬的现象，甲纽西兰是真类似。若是平行来比对，接落来就要进入所谓Omicron的适应期。这个适应期在一段时间之后，差不多就会开始下降。那么这时候呢，在决策医疗供给者以及民众三方一定会达到一个所谓的适应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曲线，才会跟全世界未来的所谓的地方性的流行的流感来做接轨。我们应该要把一些就是说 PCR 的量能要留给一些可能是这些高危族群跟65岁以上的长者就是说让他们就是一旦有症状的时候，能够透过这个 PCR 的快速的一个确认诊断之后，那给予比较及时性的投药。医界呼吁，根据国际经验，是要确实把轻重症分流做好，降低高危险族群伫Omicron大流行时期的死亡率。另外，参考以色列的经验，60岁以上的聚会人若是住第4栋，重症的比例会降低4倍，嘛是未来防疫会当参考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因为对流云系正旺，气象局将对台中以南的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高雄发布大水雨特报。今仔早起，台南的安定七股、高雄的鸟情拢传出淹水哦。过车打通车的南怀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烦恼落大雨的崩山，14到16嘛成封路。高雄透早大雨跌落袂停，抑阁一直咧等雷公，互上班的民众压甲淡糊糊，抑阁有人伫爱踅路，因为民生路有树仔敢若去互雷公卡着，倒伫咧涂骹，翻过2个车道。因那鸟情的新隆路嘛有出现积水。台南市的安定同款的淹水，7股的3股里对外道路佮积水有20公分，好佳在中昼进前已经慢慢咧消退。3股溪，那么因为遐这个地势温啊较低道底啦一旦风台大雨的时阵，遐拢一定会淹水的。对流云发展甲真旺，真熬到青光大雨。气象局针对高雄发布大水雨特报，也提醒民众台中以南到屏东，抑阁有南投会落大雨，要注意但雷公抑阁有透大风。未来几天天气嘛拢袂稳定，甚至拜6礼拜袂近接今年头一波黄霜雨。周6、周日这2天，梅雨锋面是直接台湾的上空的虽然雨势是逐渐的慢慢的梅雨锋面是逐渐的慢慢接近台湾，但是降雨其实从周4晚上、周5就越来越明显。一定要特别注意，周5、周6、周日，整个雷雨是非常明显的状况。镜头来到南怀公路，月车拄啊恢复通车，不过公路总局架线工务段经过研判气象预报资料了后，有个山区可能会落大水雨，所以梅山口甲向阳段5月14到16会进行有风性封路，到时抢修的机具会到场台面嘛会有保全来巡视，呼吁民众唔通行这个路段。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海军第7舰队表示讲，将有派出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5届，这2礼拜来第2届经过台湾海峡。特别注意的是，中共的直升机昨晚下过海峡中线。咱国防部是表示讲，台海的动态拢有掌握。中军最近动作真济，号量化情势紧张，美兰阁一摆通过台湾海峡引起关心。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指出，提康德罗甲级飞弹巡洋舰皇家港号伫7日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兰今年第5摆，也是2礼拜来第1摆穿过台海。Rio, we've conducted Taiwan straight transits before. It's not atypical for us. And you're right, this was another routine transit conducted today on the 10th. Through international water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兰通过台海不是特例，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特别注意的是，共军伫同一天邀台，除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一架无敌级直升机穿过海峡中线，强度意味真高。
这是自2019年9月嗰一摆有强机飞过海峡中线，国防部强调有暂停者啊应变处理。中共任何的军事活动，尤其是在我们台海周边地区，我们都可以运用联合勤监侦的手段，可以完全的掌握住。美南甲强机同一天出现伫台海，时间点巧合，毋过军事专家分析，两者关联性无大。美南通过台海已经是常态，强军应该是演练反介入甲驱핵巨子。另外，台湾向美国买的 M109A6 自走炮，美方以生产线塞车为理由表示延迟交会，毋过制造商备鱼系统表示有能力交会。传出是美国无希望台湾买已经停产的 M109A6。把 M109A5跟 A2进行升级，这样子的价格也会比较便宜，所以这是可以合理去考量的一个替代方案。传出美方想要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来代替，毋过军事专家认为，两者的射程、性能拢无同，无法度满足陆军所需要，提出2项建议，包含升级 M109A5，或者是投入预算，和中科院研发国产轮型自走炮。记者综合报道。中共的军事动作不断哦，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是表示讲，现在到2030年，台湾面对中国正大威胁。另外，美国国务院一前一站甲美台关系小解，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无支持台湾独立，这个理据提掉，和中国是真不满哦。也毋过，美国国务院强调讲，对台的政策无变，嘛呼吁中国毋通上空上芳。海军甲中科院为7日开始，连续3天伫东南部做飞弹的射击。有民众看到台东地区指挥部的装甲车队，这2天伫营区出入，要进行演训。最近，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是真接伫日本石垣岛南边咧操演，嘛引起咱国的关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指出，为即马到2030年，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是真危险。Yes,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it's critical or acute between now and 2030. I think that's absolutely fair. What is hard to tell is how, for example, whatever lessons China learns coming out of the Russia-Ukraine crisis might affect that. Just how difficult like a cross-strait invasion might be, and how dangerous and high risk that might be. 不过，海恩斯甲博瑞尔拢认为讲，中国更加愿意选择避免军事冲突威胁的统一，同时加强对台湾的外交、经济甲军事压力。咱若考虑美国可能会介入，对武力犯台敢有信心会当有效果，嘛影响中国的决策。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美国国务院因为更新美台关系小解，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的疑台独，引起中国的不满。国务院表示，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北京无应该就地来发挥。Well, there's been no change in our policy. All we have done is update a fact sheet.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our policy remain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6 assurances. 普莱斯强调讲，国务院的小解欢迎甲台湾坚定非官方的关系，嘛呼吁中国要用有责任的态度来处理，唔通用借口来增加对台湾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当地巴西举办的听众奥运，咱国19岁登记的选手科洛，伫女子100公尺的跨栏，摕到咱国这届听奥的头一面金牌哦，嘛拍破听奥的纪录。也毋过因为听奥的行业是真人，所以目前哦代表团已经有14个人确诊哦，各5个人快筛是阳性，会等 PCR 报告。人生头一遍参加听众奥运，科洛先伫咧女子100公尺摕到铜牌。不过，伊是听众女子100公尺下栏世界纪录保持人，目标干达金牌。对开始到结束，科洛一路领先，以13秒91摕到金牌，破大会纪录，嘛是中华队的头一个金牌。伫颁奖典礼，会当真公平看到咱的会旗。我真的很开心，我做到了。跑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去在意旁边的人。咱的代表团目前摕到1块金牌、4块银牌、5块铜牌，同向破顶届纪录的成绩咧拍拼。不过，即马所传出讲有团员确诊，体育署表示，大会防疫无照常，所有队员3天拢爱做一遍快筛。到5月初10为止，篮球有7个选手、2个教练，乒乓1个教练、3个选手，走标1个选手确诊，也阁有5个人快筛阳性，等咧等 PCR 结果。
他只说勤洗手，然后戴口罩，马上居隔做各自的一个房间独立，并且也做非接触性的一个送餐。选手确诊了后，敢会当继续比赛？体育署表示，大会无明确的限制，会以选手的意愿甲咱的队医评估为准。对于先做确诊者的这个评估之后，然后在他们这个医院这个声明书之后，我们才让他参赛。团本部79个人，预定17坐飞机回来台湾。体育署讲，若是后续搁再有人确诊，回国的机场恐惊会延后。因为染疫的团员拢是无症状也是轻症，所以暂时无按算要安排包机，会以照顾选手伫咧当地恢复健康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伫顶礼拜公布学校的防疫标准，各中、高中防疫假甲课日的标准拢放零，以教防定、视课练等为主哦。因为未少家长不办讲认定上过零咯，教育部长搁再强调讲，家长学生若是认为讲有放防疫假的需要，学校认定就会当嘛毋免有证明。学校内底学生接触的对象，毋是只有座位9公计范围，按过指挥中心设备调整停课标准，各高中办节确诊用9公计来课日防疫假。除了国教行动联盟指出，大部分的家长感觉真寒。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也批评9公计政策。目前有1800个民众和学生联署要求检讨，指挥官但市长不回应，学校严看实际情形来做规定。学校里面已经没有所谓的匡列隔离这一个停课的标准。好，那至于学校可以是实际的情况跟学生的教育权里面做相关的一个停课的规定。政策上路凊彩阁无配套，学生甲家长补办的路会拓开。教育部70尾暗暝6点主动发函予各地方政府，重新防疫假规定，表示若毋是9公计内底学生，因为防疫目的也应请防疫假。学校认定会放零，无要求附证明，无日日出缺席记录，会袂靠成绩评量。青年民主协会请见教育部采纳意见，呼吁学生甲家长若拄着学校有缘有无合理的限制，应直接向国教署反映。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滚到，咱来看云林有一个有生31礼拜确诊的妇人人，因为大出血，紧急破腹，甲双生仔生出来，母仔囝3个人拢平安哦。另外，伫台中哦，有2个准妈妈确诊，病院做好防疫准备，生产嘛拢真顺利。医护人员用心看过拄出事的双生仔。云林未了一位产妇，初八下晡因为胃造情急性出血，由附近的妇产科转诊到台大云林分院。不过到病院时，急诊搁再确认这位产妇是 PCR 阳性确诊，紧急启动医护团队，落尾是顺利生出来。PCR 也很快就知道是阳性，好，那隔天我们 CT 值也出来是4.5，所以确实是一个高度传染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赶快启动了剖腹产的这个流程。台大云林分院表示，包含麻醉科、妇产科开刀房的医护有10多人斗捡囡仔，规程全部拢穿防护衫，用上严格的防疫保护前线医护人员。也那台中的光电病院最近也顺利替2位确诊的负心人做手术生囝。先做好防御的设施，穿好隔离衣，然后再请病人从我们的隔离病房直接送到我们的开刀房。病院表示，最近疫情真严重，这几个确诊的有心人生产的过程拢真顺利。目前阿婴仔 PCR 检测结果拢是阴性，搁伫病房观察，喘气、心跳、血氧拢真正常。也那妈妈是伫专责病房隔离收养。记者综合报道。确诊人数一直升悬，病院医疗负担得要紧绷咯。护理人员嘛讲哦，骹手真无够。有护理师工会就呼吁讲，为着让中重症的患者会当受到较好的照顾，应该爱分工分流，让社区的诊所来负责体检，让护理人员会当伫病院专心来照顾病人。为缓解病院急诊压力，台北市开设苏北科甲木栅机场车内所体检站。木栅机场体检站早起正式上路，由万丰病院甲北医协助，要拼赢有800个体检量能。我们现在的话呢，希望民众们都能够上市府的预约平台来做预约。那目前来讲的话，开放的是上午、下午各会有300个预约的民众名额。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开放了现场。每一节上午、下午各100人次的现场挂号，意思就是说呢，这样加起来我整天呢就会有800的量了。
最近疫情严重，台北市长郭文泰有告高峰会伫下礼拜9会，外界烦恼医疗量能未堪得哩。指挥官陈市长发声希望医护人员斗阵，挡过最后一战。身为第一线医护人员是建议应该分工分流，将护理人力留在病院，各滚动式修正3班后病比。我们现在虽然是这样，我们人力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如果以医学中心来看，我看到有的资料是白天是照顾到1:6到1:7。所以我们才一直呼吁说，应该把这些医疗量能，就是说把护理人力留在医院，社区的筛检，或是包括电话的关怀，这些事情都应该归到基层医疗来做。这个月12日，护理署在进前，朝野地位共同举行记者会，为护理人员发声，要求卫福部赶紧发防疫相关奖励措施，也要求卫福部甲劳动部加强防范疾病补贴。记者综合报道。科学家预测，未来5天内有一半的几率，全球的平均温度可能会超过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增加超过1.5度。最近极端气候的情况是愈来愈严重，咱亚的天气是非常的热热。中东有沙尘暴，位伫南极的风地徛鹅，嘛因为温度升悬哦，冰冻涌起。未来30天到40天内哦，这种徛鹅嘛有可能会绝种。大补出来，风地徛鹅米伫徛鹅爸爸巴肚下骹喂烧，这时阵徛鹅妈妈去大海找食物。若到风地徛鹅的生活期，南极海冰就出现安尼情形。啊，不过即马全球气候变迁严重，未来这个生物机关恐惊消失，因为今年2月科学家侦测到南极周边的海冰面积已经减少到200万平方公尺以下，是40多年来上低水准。Al desestabilizarse esa plataforma de hielo, los pingüinos chiquitos, los que están creciendo, los pichones de esa temporada, pueden no estar emplumados, no estar preparados para ir al mar. 过去3年，风地徛鹅第2大生态地维德尔海的哈利湾，因为海水结冰伤过慢，伤早引起影响徛鹅的生态。这只徛鹅唔是淹死，就是寒死。那状况继续落去，未来30年到40年内，风地徛鹅恐惊会绝种。最近南亚遭遇一动，中东出现沙尘暴甲沙漠化这现象，拢显示极端气候出现愈来愈频繁，影响范围更较大。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警告，未来5年内底，全球升温幅度有50%几率会超过巴黎气候协定所设的1.5度的坎站。As the temperature continues to increase, driven by the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in the atmosphere, 1.5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s will global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s that are even higher than that. 这份由全球11个不同款的气象机构所写的报告预测，2022到2026年之间，有90%几率全世界会有史上上热一年。到时阵，真热天气不只影响人类活动，也冲击到作物成长，引起欠粮危机。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来看美国有证据显示，讲罗西亚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会阁升级。罗西亚军方嘛在攻击乌海的港口都市敖德萨，死伤是真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70日参议院表示，根据证据，普京打算纠正乌克兰战线。We assess President Putin is preparing for a prolonged conflict in Ukraine, during which he still intends to achieve goals beyond the Donbass. The next few months could see us moving along a more unpredictable and potentially escalatory trajectory. 乌克兰官员表示，乌海重要港市敖德萨和乌军猛烈攻击。这港市伫俄罗斯胜利之了后，前一摆互导弹攻击。其中使用超高音速导弹，一个购物中心、一个仓库被拍到，明显是为破坏基辅防疫正重要的补给线甲西方武器的运送。Находимся на объекте, в который попала русская ракета. Всего было выпущено по Одессе 7 ракет. Дан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работающе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на котором шел рабочий процесс. 东北部都市伊久姆市一个捌伫3月互乌军摧毁的建筑内底找到44个遗体。伫乌海蛇岛战前，乌方表示，乌方为空中甲海上定着夺取蛇岛的计划失败。进前，乌军表示破坏乌军直升机甲小型舰艇。Сегодн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и на берегу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еще 3 прибитых с моря тел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диверсантов.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терял в районе Змеиного 3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а Су-24 и 1 истребитель Су-27. 蛇岛因地理位置接近克里米亚半岛，被认为是乌克兰掌握乌海领土的关键。公司新闻恩文林报道。
南韩新总统尹锡悦伫选举的时阵有承诺讲要甲青瓦台献互人民，所以昨开始，这国家相关权力领导人的办公室就开放予一般民众参观。初10早起11:37，戒备森严的青瓦台正式对外拍开大门，予预约的民众踏入去新任总统尹锡悦所讲的绝对权力强顶的所在，未来才会成做公园甲文化空间。 이렇게 여기를 우리 국민들한테 돌려주셔서 더욱 감사드리고. 青瓦台伫过去74年来，拢是总统府甲总统官邸的所在，不离个离市中心有一节路。尹锡悦伫3月表示讲，要甲总统办公室对青瓦台搬徙出去，刷落去选址伫市中心龙山区国防部大楼，并且迁徙，开4000万美金，也就是要兑现甲总统办公室搬去到另外一个便民的所在。不离个伫附近的民众因有无同的意见。 시위 같은 게 많아질 것 같아서 그런 게 좀 걱정이긴 한데 뭐 대통령이 가까이 사는 거에 대해서는 되게 좀 긍정적입니다. 뭐 치안도 더 좋아질 것 같기도 하고 힘들으니까 사람들이 그 어떻게 보면은 이전하는 비용이 적다고 하실지는 모르겠지만 제가 볼 때는 실질적으로 굉장히 크거든요. 政治素人尹锡悦的路线算保守派，以大正言斗咧讲，对北韩会采取更较强硬的立场。不二个伫就职的时阵，表示会和对方来直接对话。就任第一天正式任命已经通过国会人事听证会审核，包含财政甲国防在内的7个行政首长，还佫会见中国副主席王岐山和新加坡总统哈利玛，和美国甲日本的代表。伫迄天的暗演，伊的演说有讲到，伊的政府会伫咧自由、和平甲繁荣这方面来拍拼，并且实施自身的外交政策，加强韩美盟友关系，甲日本建立大向未来合作关系。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过来新闻，咱来看华人县议会最近开始关键质询，也毋过因为疫情，32个议员，敢若有7个议员亲身到议会质询，其他25个拢是用书面质询。有民众就认为讲，安尼可能无法度好好监督法官政。 花莲县议会第19届第7遍的定期大会，才伫初9完成各局处业务报告。原定初10的口头质询，煞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协商到12、13还有16才过来进行。不过延期要是敢若有7个议员报名出席，其他拢改做书面。议员大家都非常的了解我们县政府的这个防疫的压力，所以我们这次非常多的议员来提出书面的这个执行。 按照传染力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花莲是最高的。针对所谓群聚与否的这个部分，有多加思考。出席率无到1/4，民众要求讲对县政监督有真大的影响。我都理解讲是安怎学校都会当用视讯上课，议会煞袂当用视讯来质询呢？其实线上视讯会议的质询并不困难啊，我觉得议会要积极突破这件事。确实好像我们失去了一些监督的力量。那为什么最后只有不到几分之几的议员出席？我相信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多做预测啦。 县议会强调，议事的规则本来就是有引准书面质询，议事进行的时阵，嘛有地方媒体做线顶直播，对议员和民众的权益袂有影响。目前双向的视讯质询受到器材的影响，也是无办法。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新北市的邦桥，有一个富人人确诊煞互大瓜赶出去，这个新妇去找里长讨救兵，后来卫生局出面解说甲苦劝，大瓜才答应讲，互新妇转去厝邻居家照护，代志才收煞。 警车快速出动，驶入去主题巷仔内，远经规身躯风雨衣、风密密。原来接到里长的通报，有里面确诊，引起家庭风波，互周围大的亲人赶出门。他一直喊说：“里长救我，里长救我！”因为我确诊那个快筛阳性，然后 PCR 也是阳性，然后我家人要把我赶出去啊。就因为我们是开扩音的嘛，所以那时候是警察跟那个当事人在讲话。 这个查某囡仔哪哭哪敲电话求助，里长是一面甲安慰，一面报警，互双方会当对话。原来伊住伫新北市板桥公寓，厝内除了翁婿还有大伯、大家官甲一个义工。这个查某囡仔初6快筛阳性 PCR 采检确诊了后，里长讲伊厝内长辈烦恼会好为着，虽然有独立的空间，初9开始坚持无要互伊住伫厝的。好甲在警方持续讲好话甲苦劝。 搁提出相关的法条，一个一个说明，才暂时化解这个危机。同住的家人，也就是隔离者，如果家中的条件没有办法来进行隔离的话，
可以向卫生局来申请自费入住防疫旅馆，进行3+4的隔离及自主管理。依照防疫规定，居家照护采一人一间，若做伙大的亲人有疑虑，也会当申请住防疫旅馆。卫生局强调，除非厝内有特殊状况，无法度一人一间，也是70至79岁的长辈，有新的负责人35礼拜以内，65至69岁独居的长辈等，满足相关的条件，才会安排收治集中检疫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昨暗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行伫路里，互车弄死。警方调查发现，讲有一个姓李的驾驶，伫弄到人的第一时间是落跑，半点钟后又搁驶转来事故的现场。这驾驶的酒测试是0.8哦，超标，嘛已经以公共危险罪嫌上班咯。救护车赶到事故地点，远远就看到有人倒伫涂骹袂叮当，因为伊护车弄到，赶紧送医抢救，最后也是重伤不治。他现在不承认说他有撞到人啊，他说他有撞到车子撞到，可是他没有承认他撞到人。中回事发地点，涂骹搁流血迹，弄到的人是这台银白色的小客车。万把拢害去，挡风玻璃也猫落去。啊，毋过驾驶第一时间直接逃离现场。警方到场处理了后，无到半点钟，伊个倒来事发地点。关键发现对方行车可疑，当场带登去侦办。该自小客车车身明显毁损，比对现场所遗留之基证相吻合。理性民众经实施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值，并坦诚涉及本案。双方肇事责任调查厘清中。这死亡车祸发生在7日暗时10点外，驾驶啉酒上路，经过宜兰县罗东中山路一段，啊，毋过伊辩称毋知影有弄到人。警方酒测值有0.8，专案以违反公共危险罪嫌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去年用简单经济方式设17个公车的站牌哦，有民众是认为讲这个公车站那亲像违章的铁柱，嘛无查封庇护的效果，嘛拢无公车的资讯。县政府是强调讲，因今年按算要搁加增加16座的公车站，旧的设计嘛好好来检讨。一个公车亭所干那用简单的钢板甲钢机台，宜兰县目前有287个公车亭。啊，毋过去年大概14个，所互民众即期无水个错，亲像违章铁片厝，就欠缺美感啊，看起来像违章建筑的铁皮屋一样，就随便搭一搭。有人认为公车亭虽然有厝顶所无加防护的效果，是只有做然后2面而已，啊，椅子也是2张，反正我觉得是做的是有点下雨很容易就湿掉了。新的公车亭，互人批评设计无友善，甚至也无设公车资讯。部分过公车亭也有玻璃害气，更方变形才情形，也互民众怀疑根本都无维护。是啊，这年久失修了，而且不是1天2天换，应该换很久了。哦，包括这个荧幕的那个时刻表也都没有了。民众在使用上或者外观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在今年初就有另外启动一个设计案，来检讨候车亭的未来的形式。县府表示，今年会搁增加16个公车亭，会重开设计案，针对日头、后者适用性、长期维护成本甲景观的问题做检讨。另外，过公车亭维护属于12项电池公所的权责，县府若发现害气，对请公所赶紧维护，加强监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只编号711的台湾乌熊，今年4月份是以新的编号568野放。也毋过，伫顶礼拜5，伊身躯的卫星定位定位说失去信号。林务局4月走找找到伫南投仁爱乡发现一只乌熊的尸体，嘛确定讲就是这只失踪的乌熊，因为伊的尸体外伤或者是认为这应该是互人抬死的，警方嘛会侦办咯。林务局人员先挖出乌熊身尸，才赶来详细安好，准备送去破开检验。台湾乌熊711号捌真侪届无说离中着限制，今年4月12，乌熊711号甲568号做伙搁在野放。这个月初6，煞搁雄失去信号。林务局连续几日超山，总算伫初9，伫离南投仁爱乡武界产业道路无100米的所在，发现乌熊的身尸，就待伫咧土里。初步判定，乌熊的头壳甲胸孔拢明显受伤，甲伫咧红棍的画车壳嘛已经无去。
在5界地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之后呢，一直到5月9号，发现疑似有掩埋的可疑的地方哦。那在挖掘开之后呢，发现是东卯山的黑熊的遗体。乌熊7月号是全国第一个甲咱人生活地有高度接触案例。林务局捌召开几啊届专家会议，最后决定伫南投信义乡的丹台野生动物重要生态地做挂地野放。但评估台互人清楚，乌熊妈妈黄美秀教授认为，以往丹台就有较少乌熊咧出现，佮事实上有人咧拍啦，绝对毋是野放的好地点。伊表明，伊尊重野放爱考虑到真侪因素，毋过即届乌熊分明就是互人害死。过往的经验指出，这边的人为狩猎活动频繁，因此，除非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不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地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因素的考量，但是最终的因素依然是人为致死这件事情。目前，林务局已经将乌熊尸尸送去家畜卫生试验所破开死因，而且报保质总队查办。警方表示，已经去过事发地点搜查，嘛访问过在地传理甲吊监师。好民众若是有任何线索提供，破案的奖金上济20万。记者综合报道。2050年，台湾要做到净零排放。早起，立法院嘛针对温室气体减量佮管理法的修正草案来进行审查。条例为拢总提出20个修法的版本哦。有真侪中小企业对减碳是有疑虑，环保署是强调讲，会先对大企业来征收碳费，若是效果袂歹哦，中小企业就无一定会受到影响。牵动国家减碳大计温室气体减量佮管理法修正草案，会在立法院进行6个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条约立委总共提出20个版本的修正草案。伫进行提案说明的时阵，国民党立委谢依凤认为这是经济转型的机会。民进党立委洪申翰强调，这是面对气候风险必须要做的疫苗。台湾面对净零碳排，绝对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机会，而非是我们生活的负担。我们怎么能够有韧性的度过这一个相关的刚才讲的这2个大面向的气候风险，而不会受伤太重、受损太重？所以我把它定位成这是我们的疫苗。温管法修正草案会改名变气候变迁因应法，其中征收碳费作为重要减碳工具之一。环保署捌表示收费升大后势，引发中小企业的不安。对此，署长张子健表示，若排碳大户占国内5-6成的排放，而第一阶段减碳达到相当的效果，会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对中小企业来征收。如果大的我们这个措施有效果，但小的我们不一定要用相同的手段。那如果它也能够达到相当的减碳，其实我们是可以分头去做。未来到底大户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减量，然后也没有具体定出减量多少比例，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让我们质疑这个法未来减量的效果。民众党党团下早嘛开记者会，强调唔若要征收碳费，佮要征收碳税，呼吁财政部唔通佮装困，赶紧来推出拖延将近20年的碳税版本，纳入气候变迁因应法。不过财政部官员表示，碳定价要有配套的机制，碳费佮碳税不宜重复来征收。记者曾志成综合报道。文化部的国际影音平台中央社要交予公司来经营。文化部长李永德今仔嘛表示讲，未来这平台会伫公共集团相关电视的频道来放送哦，甲中央社的合约6月初9到期，刷来就交予公司。文化部的国际影音平台，捌因为文化部委托公司制作平台的争夺计划案引起政治介入的谣疑，专案落刷予中央社来执行。文化部长李永德伫10月9日立法院针对这个案件来做专案报告，强调讲公司已经伫4月底提出服务建议书，5月查审了后得到优先预约权，和中央社合作，会伫6月初9到期。规个经营团队会规范甲转到公司，未来卖伫公共集团的电视频道播出。我们对公广集团呢，之前出了那么多问题，我们都对于这个人力的配置是不是足够，我们还是有一些担心呢。将来由公司接手以后呢，其实人力就是现有台湾 Plus 人力全部会移转过去哈。那么将来还会继续增加人哈，整并会考量，会考量，对，会考量，就是说会请公司去评估了。
那为关心国际影音平台伫个旧年8月开播以来，点击网站，要是以台湾的观众为主，伊的比例有5.5%遐悬。除了讲邀伊的成果，嘛伫邀伊讲，竟然是要对国际来传播，是安怎还佫会伫公共集团的电视频道来播出？现在我们看起来，是不是现在文化部想演都不演了，就直接来做大内宣了？至少我们要有一个国内频道哈。那么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个这个练兵的机会，当我们能够差不多比较完善的我们可以推广到国外去这样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做法。嘛有立委关心讲，公司接到平台案了后，公司法修法的配套情形啥款？李英德强调讲，目前正院已经来协调完成，加上公司董事会成立，未来会透过立院修法，互公司依法有根据。来营运平台，并且得到稳定的预算，互团队会当安心来制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18国家公园关务地区道路林道东线是去到大坝尖山主要8线的步道，所管处宣布讲，伫5月20开始开放一般脚踏车会当骑入去哦，变成7班一档。有民众是表示，大部分的路道拢是人家脚踏车会当做伙使用的，应该着爱重量管制来避免冲突，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团队骑会当爬山的铁马，骑入去关务地区大路林道东线，即届要用无共方式行这条登山步道。闪过大型工程车，一行人向前骑。虽然路有2-3公尺宽，路线真弯，阁真侪碎石啊，袂少所在阁有崩山。刚才这边都还有听到落石下来的声音，所以即便最近没有下大雨，这边还是哇，这边就崩了。这条大路林道东线是爬大坝尖山山下最后的步道，单一抓长度19公里，除非经过核准的车，山友敢来当行路进出。刷管处一定伫这个月20开始进行1年试办开放铁马进入，也有研究团队甲专业的教练实际行一转，随时进行变动的调整。刷管处表示，希望林道的价值会当更加多元，不要影响到山友甚至于当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的人也会在那边进进出出可能也是要互相尊重。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条林道，常常崩塌。其实它路面有的段落是有比较破碎大石头，所以呢，千万不要好像去爬个郊山的心态来这边。刷管处提醒，部分路段也是人车共路，都要提醒车友放慢速度，也当小可出声提醒，避免人甲车相撞。资深的导游我真赞同，不过烦恼的是骑车人伤济，造成人车冲突，也是伤过头影响环境。脚踏车的便利就是会让更多人更方便进入嘛，那相对的所带来的垃圾量跟厨余的量也会增加。资深的导游建议爱用重量管制，刷管处提醒，若是要骑入来，应该爱用爬山专用的铁马，食的也甲保暖的工具拢爱传，另外考虑家己的体力，减少意外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的西雅公园有装一款互蠓仔唔敢接近的电火哦，民众嘛讲效果阁袂歹，公所是讲目前是试办的阶段，若说效果真赞的话，未来其他公园嘛当来装。阴暗的公园内底，一寡民众真自在咧行棋、开讲甲散步，拢无咧惊蠓仔会飞来搅扰。原来专靠这拍黄色的电火。这边是狮子公园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景观灯，它所用的灯泡的光源是蚊子会在蚊子的眼睛里面会产生到刺激啦所以蚊子会不敢来。我们换了这个光谱以后，我们整个公园里面蚊子就没了。热人的暗时，蠓仔夜夜飞，好顶几粒雷嘛无伊的法。潮州镇公所伫西雅公园设专题园头一搭会当赶蠓仔的电火，内底电火球是利用一种蠓仔会惊的光线来互因唔敢接近。那它之所以可以驱蚊，是因为利用它的特殊的光波，达到它的效果，不但省电，而且照明效果会比一般的传统的钠灯还要好。乡亲嘛感觉这拍电火有影有效，镇公所也讲，西雅公园试办的效果若袂歹，未来也要甲镇内的公园拢换做这款电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市的民生国小有一个老师叫陈文德，伊嘛是一个囡仔册作家伊已经出版10外套的故事册，
最近又有2本新的作品哦，拢是甲糖拖相关的主题，咱做伙来看卖。因为该大自然是真侪糖拖的儿童作家阿迪尔，最近佮新出2部绘本，其中的派草稿 Jack 就是咧讲龙珠回头的故事。坏螳螂杰克，他在讲一只螳螂，他一直在想要做坏事，大家都很怕他。可有一天他不小心意外的救了一只蚱蜢之后呢，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那他也开始思考，就是说那我应该是继续当坏螳螂还是当好螳螂？这是关于教育的部分。伫阿迪尔的作品内底，常常会甲糖拖，比如做甲咱人共款，会讲话、会思考，透过趣味活跳的生活故事，了解生态环境，嘛，互囡仔熟悉各种糖拖的模样甲特性。比如说，他们讲到昆虫的保护色啊，生物怎么去保护它自己啊，所以这里面有提到什么呢？他们当时这些昆虫为了要对付坏螳螂杰克，他们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啊，比如说，他找齿货去学习那个怎么拟态成树枝。伫加德堂的飞行大赛故事，因为住伫树林内糖拖，惊互人看破骹手，拢无愿意参加飞行大赛。这时阵只有加德堂敢徛出来，为着比赛密鑼练习，最后拍破降糖的意料，赢得冠军。因为撞到了春象，然后呢，他春象发出臭屁之后呢，把跟他竞争的那个蜻蜓冲昏头了，所以他飞错边，那最后乔云宠还是得到冠军。除了精彩故事甲糖拖对话，绘本后壁还有糖拖相片、形体特色、生态环境、海洋知识等介绍。阿迪尔望透过这个作品，会当加深囡仔印象，引起因研究糖拖兴趣。记者综合报道。火棒是客家的传统文化，伫屏东慢慢有一间用客家火棒盖的册店，这唔那卖册哦，佮互民众会当来这换册，嘛互来到这的民众会当来了解客家火棒的特色。屏东万峦的四角水社区有一间福丰有机册店，内底册种类是800款，虽然叫做册店，毋过这唔卖册，是要互你换册。也提供空间，互乡亲会当伫遮看册。我觉得这个书店在这边，就是说最起码它一个闲置空间的利用，还有因为我们这个书店是在我们林家火黄，顺便也知道我们一个火黄的一些文化。这个闲置空间在这个利用的话，而且我们这边环境我就觉得很优美啦，很亲近。福丰是客家人的传统建筑，就是家族一大群人大做伙的所在。这间册店原底是在地林家的福丰，佮捌互清代的皇帝康熙封做是忠孝堂。即马这间祖厝改做册房，要重新搁再利用的机会。我们现在万峦乡除了我们图书馆的本馆，也在嘉左地区也创立了全国第一个跟学校合作的一个嘉左分馆。这里我们这个有机书店，我也把它当作是我们图书馆第3个的一个据点，甚至在我们万金的旧的卫生室，我们也把这个做了一个青创中心。甲在地旧建筑重新改造做图书馆甲青创中心，万峦乡未来也要推出更较侪活动，希望会使培养民众读册兴趣佮有风气。记者综合报道。病毒真歹对付哦，这2-3天来，武汉肺炎的病毒造成严重的死伤，对全球影响非常的大。科学家是拢真认真讲要找办法来对付病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宣布讲，因成功以一款新型的紫外线，和包括武汉肺炎病毒在内所有的微生物，一照光就失去活性，会当消毒灭菌哦，而且袂伤害到人体。全球新冠疫情还未结束，毋过伫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这个门诊故事互人较放心。顶原写这个空间有继续性的空气甲表面清洁，这个区域装安全的原子外线 UVC 杀菌。内底气候医所就伫2纳米波长紫外线灯火之下治疗病人。The physics is that this far UVC light simply can't penetrate through the dead cells that are on the very surface of our skin or on through the tear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our eyes. So it can't actually reach living cells. And if it can't reach living cells, then it's safe.
根据英格兰利兹大学研究，GGG 纳米破肠病太死细菌甲病毒，按过用伫5分钟内，可以失去98%活性。就算喷入更较侪微生物到室内，伊活性水准也是真低。事实上，紫外线杀菌伫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看到，比如波长2、5数纳米，按过伊的波长较会致使皮肤癌、拍伤也伤目睭，加能限制伫医疗设备的消毒、甲食品消毒。人免在场，GGG 纳米波长较低。免穿透人体皮肤，用伫密闭空间，比如脚气、潮湿，都有机会验证是毋是对新冠病毒疫情有效。 We used in the trials in Leeds was a bacteria which is actually more resistant to the UVC lights. So our working hypothesis is that if we were to employ these far UVC lights against airborne coronaviruses in the large chamber experiments and in rooms, that it would be even more effective against those. GGG 纳米波长紫外线用部署伫点头、火车头甲大众运输工具，而且安装也简单。美国波士顿这间餐厅杜装。We're about to have an evening of singing and dining, and we'll be protected by a new installation of whole room 222 nanometer germicidal UV. 按过伊伫空气的效果上好，若固体表面有头粉对组织更散，若要彻底预防病毒传播，也是骨力切表面。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法国首都巴黎塞纳河过去因为工业化，佮加上人口增加，污染是真严重，佮有臭味哦。也毋过政府甲民间这几冬来正拍拼争执，塞纳河的水质是改善真侪。最近法国政府嘛宣布讲，2024年的奥运开幕典礼会伫塞纳河举办。法国的塞纳河是首都巴黎的心脏。市府逐个月拢会派水质检测人员来巡水，甲检体送到实验室，观察塞纳河水质的变化。已经做了几60年，伫过去10年来，敢若用目睭就能看到水质的变化。The transparency and clarity. Even fish are starting to reappear. 工业化也有人口变多，塞纳河和人类污染变做了臭水池，甚至鱼也无法度活。政府伫咧1980年代制定法规，并且去污水处理厂，即马工业废水污染的比例有降低，不过等等监管指数也是超标。We find many things, particularly cases of contamination linked to human presence, especially traces of fecal contamination. These analyses will allow us to measure the concentration. 禁止一个塞纳河生水游泳这项规定，自1923年就开始实施。虽然即马水质有小可改善，不过也是无到会当开放予大众的标准，但是也是有例外，亲像是负责处理水上事务的警察。I'm keeping an eye out for any boat getting too close for their own safety. 水上警察也有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若有人墮落去水下，或者是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时阵，就要随赶到现场协助救援。伊若伫民间是自发性的发动净川运动，利用气体去吸咱伫咧河床的大型粪扫，亲像是奥多拜卡达车。敢若是去年因就自塞纳河河底发现超过11吨的金属废料。Was it heavy? That was a heavy one. Are you pleased when you pull something out? Well, it's out of the water, so yeah, it's very satisfying. 大家最近出力发挥家己的力量，共同改变塞纳河的命运。水调以臭水池的歹名声，法国政府北讲，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开幕典礼加部分比赛要伫塞纳河举行，等到奥运结束了，就会开放予民众落去游泳。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今仔水气较济，台湾南部会落东北雨，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明仔载中部以北嘅东北部地区嘛拢会落雨，其他嘅所在，譬如金门、马祖，嘛会落雨，加落雷公雨。暗时中部以北嘅东半部地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下半部嘅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
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